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今個禮拜嘅 Crypto Weekly 時間。上個星期比特幣由低位急升，到底係熊市大底已經出現，定係只係跌市中嘅反彈陷阱？我哋跟住睇下各種鏈上數據同技術分析，幫大家拆解背後嘅資金流向同潛在升勢。大家準備好未？我哋即刻入正題。首先講下上個星期嘅宏觀經濟環境，因為呢個係導致加密貨幣市場出現巨震嘅最根本原因。大家試諗下，踏入2026年中，全球投資者原本以為市場資金流動性會慢慢解凍，點知美國聯邦儲備局新任主席上場之後，展現出超級強硬嘅加息態度。喺最新公布嘅經濟預測入面，有19位決策官員參與預測，當中有9位明確預期2026年底前最少要加息一次。喺呢9位強硬派入面，更加有6位傾向多次加息，直接將2026年底嘅聯邦基金利率預測中位數推高到3.80%。點解會咁樣呢？有分析指出，原因係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嘅按年升幅被官方大幅上調到3.6%，核心指數亦同步拉高到3.3%。加上中東地緣政治緊張局勢，特別係5月下旬爆發嘅衝突，以及近期停火協議破裂，令到原油同大宗商品供應鏈成本大升。5月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年升幅高達4.2%，令到通脹預期死灰復燃。喺呢個背景下，華爾街大行紛紛改變預測。有分析指，預計下半年將會激進加息3次，將基準利率推升至4.25%到4.50%嘅高位。另一啲分析亦預計加息2次，市場預期年內加息嘅機率超過85%，無風險利率急升。2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突破4.21%，10年期國債收益率亦攀升到4.49%附近。當傳統短債可以提供超過4%嘅無風險回報時，機構投資者自然會將資金由高風險資產撤走，導致比特幣首當其衝受到下挫壓力。呢個就係點解早前大市會跌得咁急嘅底層邏輯。受到呢股加息預期同流動性收緊嘅寒風吹襲，比特幣價格喺上個星期一度跌穿6萬美元嘅心理關口，最低更加下探到57,700美元附近，創下近20個月以嚟嘅新低水平。不過市場並無持續恐慌落去，比特幣好快就迎來一波大升，重返63,000到64,103美元以上嘅水平。過去14日嘅升幅接近9.8%。距離14日高位嘅64,443美元，只係差約0.5%。有分析指，呢波反彈嘅動能部分來自於7月份嘅季節性效應，因為回顧過去10年，比特幣喺7月份多數都會錄得升幅，即使喺2018年同2022年嘅熊市期間，7月份依然分別大升約20%同17%。雖然價格急升，但市場嘅恐懼情緒仍喺度。目前加密貨幣恐懼與貪婪指數大約維持喺26到32嘅恐懼區間。呢種恐懼情緒其實反映散戶仲未全面追高，多頭力量仲有發揮嘅空間。從技術分析角度嚟睇，比特幣目前喺6萬到65,000美元嘅區間進行震盪整理。如果價格能夠突破64,500美元，甚至65,500美元呢個上邊緣阻力位，成個跌勢就有機會終結，並且向上挑戰68,000到69,138美元嘅關鍵位置。有分析指69,138美元呢個位非常重要，因為佢係短期持有者嘅平均成本線。過往每次大熊市要真正轉勢，都必須要爆量升穿呢條成本線。如果今次反彈只係觸及呢個位置就再次回落，咁就意味住目前嘅升勢只係熊市中嘅技術性修復，多頭趨勢仲未真正確立。有分析指，目前市場呈現防禦性偏多嘅格局，交易量仲未足以支撐快速急升，所以短期內可能會繼續喺63,000到65,000美元區間震盪。我哋跟住睇下鏈上數據，因為數據可以最真實咁反映大戶同機構嘅動向。目前比特幣市場已經出現咗長期持有者大規模認賠殺出嘅跡象，佢哋嘅已實現虧損目前佔咗鏈上總已實現價值嘅43%，遠遠高於2月初時候嘅15%。
近期單日虧損更加創下2億8千萬美元嘅峰值，寫下2022年12月以嚟嘅最高紀錄。點解會出現咁極端嘅情況呢？大家可以想象下，好多投資者喺牛市頂部買入之後，捱咗幾個月虧損都堅持持有，但隨住熊市持續拉長，佢哋嘅心理防線終於崩潰，選擇認賠離場。為咗令大家更容易明白，我哋可以用一個簡單嘅比喻：當你買咗一隻股票，跌咗一半，你都唔肯放，但係當大市橫盤咗好耐，你就會覺得毫無希望，最後忍痛斬倉。每當價格稍微升返少少，呢批人就會急住賣出解套，導致市場一直有龐大嘅下行賣壓，難以突破整理區間。不過，從歷史規律嚟睇，呢種投降式拋售通常係熊市尾聲嘅強烈信號，因為不穩定嘅籌碼已經被洗出局。另一方面，交易所嘅流入量亦出現極端異動。有分析指，上個星期曾有一日高達49000枚比特幣流入交易所，係2026年以嚟少見嘅極端水平。大量比特幣轉入交易所，通常代表投資者準備訂貨，容易造成價格劇烈波動。但如果市場無進一步大跌，就暗示恐慌賣壓已經集中釋放，賣方動能開始減弱，大戶已經喺低位默默承接，底部可能已經浮現。除此之外，比特幣嘅價格已經連續5個月低於真實市場均價嘅76600美元，以及短期持有者成本基礎嘅72200美元。創下史上持續時間最長嘅深度價值區間紀錄。短期持有者成本基礎可以理解為最近入市嘅人嘅平均買入價，當現價遠低於呢個數值，反映市場極度悲觀。喺呢個估值被嚴重低估嘅時候，交易者嘅未實現利潤率一度跌破-24%，遠低於-12%嘅低估門檻。歷史數據顯示，呢種極端狀態往往預示住短期底部已經成形。講完比特幣，我哋跟住睇下其他主要加密貨幣嘅表現。呢部分對鍾意高風險、高回報嘅投資者非常重要。喺呢波反彈之中，以太幣嘅表現相對亮眼，價格由低位1554美元拉升到1813美元附近，現價大約1793美元，14日嘅升幅高達16%，大幅跑贏咗大市。以太幣相對於比特幣嘅強勢表現，加上以太幣現貨基金連續5個交易日錄得淨流入，吸金7048萬美元，暗示住市場資金可能開始喺唔同板塊之間進行輪動，競爭幣嘅季節可能正在醞釀。至於其他競爭幣，有分析指喺熊市反彈期間，單靠技術圖表去買入，風險非常高。投資者應該聚焦喺有實質利好消息或者網絡升級嘅項目。最後，針對今個星期嘅加密貨幣市場價格走勢，將會係決定下半年市場方向嘅超級關鍵時刻。大家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，緊貼市場變化。首先，宏觀經濟數據將會直接牽動資金神經。有分析指，今個星期將會公布美國最新嘅消費者物價指數。如果通脹數據顯示降溫，將會進一步確認市場對減息嘅預期，從而帶動比特幣同各類去中心化金融代幣出現明顯嘅升勢。相反，由於美國廣義貨幣供應量喺5月創下23.500億美元嘅歷史新高，加上薪資按年升幅維持3.5%，通脹壓力仍喺度。有分析更指出，目前市場隱藏住極大嘅系統性風險，例如美國石油戰略儲備降至1983年以嚟最低，加上多間大型私募信貸基金已經啟動限制投資者贖回嘅機制，以防止擠兌。如果通脹率意外大升，引發滯脹恐慌，當貨幣政策無法提供緩衝，加密貨幣將面臨嚴重嘅下挫風險。第二個重大催化劑係今個星期即將舉行嘅法案聽證會。有分析指，呢個法案旨在釐清穩定幣嘅監管規則，並限制監管機構嘅過度擴張。如果草案進展順利，將會為合規嘅公鏈項目帶來巨大嘅資金流入機會，甚至成為扭轉熊市嘅關鍵觸發點。有分析預測，只要宏觀環境無爆發黑天鵝事件，比特幣今個星期好大機會繼續向上，挑戰68000到69000美元嘅阻力區間，測試短期持有者嘅成本防線。
有機構甚至大膽預測，喺全球央行持續累積儲備同基金資金流入嘅推動下，比特幣年底目標價可以上望85000到10萬美元。但由於短期上方累積咗龐大嘅套牢盤，第一次觸及69000美元嗰陣，好可能會受阻回落，然後再進行和緩嘅技術性回調，喺6萬美元上方慢慢構築堅實嘅底部，又堅。面對咁波動嘅行情，年輕投資者應該避免盲目加高槓桿，嚴格控制風險，因為大戶目前正喺5萬到6萬美元之間密集佈局，現貨買單，散戶亦應該保持耐性，將資產配置向防禦性較高嘅穩定幣或者優質公鏈傾斜，耐心等待大趨勢嘅明朗化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